这已经秋天咯，也毋过这几天哦，台湾嘛是个真热热，温度嘛是个真悬，也毋过今仔暗时开始就会变天。这礼拜会有2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台湾，头一波哦是今仔暗时到明仔载温度会降7度，后一波哦是拜5到拜6礼拜。第2波的东北季风哦，北部温度可能会只有10多度，中南部嘛会较凉凉。前几日秋后热发威，北台湾的高温称甲超过30度。不过，这款的天气形态伫咧今仔下半晡开始会渐渐改变。中央气象署表示，这礼拜会有2波东北季风报道。第1波对今暗开始影响，这方面的北部甲东半部会有明显的变化。除了气温的下降，嘛会开始落局部阵雨。而到周二一整天，以白色这一条北台湾北部宜兰的温度曲线来看，一整天气温都是偏凉的，气温大概都只有是21到24度左右，整体温度都是偏凉。不过红色的中南部地区还是维持着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。气象署表示，拜2受到第1波锋面影响的时间较短。拜3、拜4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又会暂时恢复早暗温差较大的天气。不过拜5开始，第2波东北季风对各地头拢会造成较明显的影响。到了下一波，就是周5之后，周末它的降温哦，其实连中南部也有一些明显的温度往下的趋势。那以北部的预测温度来看哦，其实我们到了周日的时候，有可能会低于到20度的情形哦。所以这一波的降温的状况，东北季风在周末的降温的状况，会是今年来是比较凉冷的一波的降温的情形。气象署嘛提醒民众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海面上可能会出现8级至9级的强阵风，离岛甲沿海作业的船只，得要特别注意风影会较大。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